西班牙一般是拢伫咧清明前后会经过云林的拿来向北来潜耍。最近是因为云林高坑的花山文学步道，毋但是无喷农药，也加种一寡较甜的花草，所以颠倒变作是鸭来休困的好所在。即马生态协会就来表示讲，其实高坑这带的西班牙就是潜耍来的第二代。预计伫咧10月份花期结束了后，这阵鸭会搁飞转去南边过冬。导览员甲游客介绍西班牙的外观甲品性。往年伫清明前后，西班牙拢会到云林拿来乡的出口飞上北。不过最近，数千万只西班牙来到高坑华山的文学步道找食。是，结合就是水保署的一些经费，然后把这个我们的所谓的这条，现在你在这个步道上是我们的文学步道，也是我们的休闲农业区主要的那个导览路线。所以我们就是从去年开始种一些蜜源植物，然后让蝴蝶，然后蜻蜓可以过来。所以今年的话，就是整个那个紫斑蝶，整个大爆量这样子。华山休闲产业促进会表示，为着生态保育，当地做事是全面禁止除农药的，而且为去年开始，就伫华山溪的文学步道沿路种花种草。最近开花了后，就去引归大阵的西班牙，加做华山生态新特色。过了像说清明节之后的一个迁移现象过后，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扩散的一个现象。它可能会到处去停留啊，然后有好的蜜源，还不错的地方，有些别它就会留下来了。高坑华山出现规定的西班牙，敢会影响到因潜水的生态？对此，台湾西班生态保育协会讲，华山地区的这阵是过境的西班牙生态第二代，虽然数量多，不过袂去影响到因原本潜水的生态。10月花期结束了后，这个西班牙就会飞落南去过冬。记者王伟雄，云林报道。